大家好，我係八姨婆，早晨，為大家咧跟進下朝頭早嘅新聞，睇下有啲咩討論先。首先第一單啦，天水圍天頌苑啊，4個月大嘅嬰兒昏迷不醒㗎，咁係啱啱發生嘅事啫。而佢個爹哋父親咧係有報案，同埋送院之後咧係證實搶救不治㗎。咁係喺今朝上晝7點幾啱啱發生嘅啫。警方咧就接獲一名男子報案喎。哇話4個月大嘅 BB 倒卧喺天頌苑嘅一個單位嘅屋企嘅床上面，已經係呢個 BB 冇任何呼吸，同埋都係冇任何反應嘅。咁即刻報警啦，爹哋。然之後救援人員呢就接報到場，BB 呢就陷入咗昏迷㗎。救護車咧就將 BB 送去天水圍醫院搶救啦，最終係不治㗎。而警方咧就係調查緊事故嘅成因㗎。咁 BB 只有4個月大啦。當中發生過啲乜嘢事啊？家長有冇照顧嘅疏忽啊？而家咧全部都係調查緊嘅，因為都會覺得係有啲可疑喎，冇理由無啦啦，即係生心 BB 都應該係健康嘅，咁樣4個月大咁樣點會昏迷不醒？仲要係送醫院之後搶救不治呢，咁樣，所以而家呢，警方呢就調查緊事故嘅成因㗎。咁所以呢，無論點都好啦，即係如果屋企有 BB 啊、細路仔啊，其實家長要打醒12分精神咯。即係其實我諗可能10幾歲以下嘅都要睇住，有時候唔好話大安旨意得太緊要。即係 BB 當然係啦，即係可能喺張床度，跟住可能啲被會唔會焗親啊，或者係可能叫做反瞓啊，即係個面向住張床會即係轉唔到身啊。呢啲位其實 BB 照顧 BB 係一件好需要花心機嘅事咯。即係唔好話除咗 BB 之外咧，幾歲細路都係啦。即係而家啲窗啊，有冇裝窗花，會唔會好易即係跌出去啊？都係要留意嘅。再者，之前大家都記得啦，再大個少少嘅除咗呢一啲嘅意外之外，即係小朋友啊、青少年嘅心理健康，其實都好需要關注咯。所以希望可能即係近排睇得太多呢啲青少年啊、小朋友啊嘅新聞啊。啱啱八姨婆都講咗單唔係話咩嘢意外，但係都係哇個靚妹10幾歲就已經係盜取媽媽30幾萬嘅現金去課金小紅書咁，所以即係做父母係一件難事咯。無論係個 BB 又好，青少年又好，兒童又好，真係要花好多嘅心力心機去照顧㗎。咁我哋再嚟睇下另一單嘅最新消息就係哇，大家小心啊！煮飯嘅用白胡椒煮飯嘅各位，而家市面呢好似話有呢一個假白胡椒嘅，陰公，白胡椒有幾貴啊？要去到假，大家真係小心。哇！最麻煩係 HKTV Mall 有買。嚇死喎！嗱，拼多多客服就稱係合成版，嗱，拼多多呢個呢就未必出奇，但你話 HKTV Mall， 不過唔係啊，而家咧呢排 HKTV Mall 成日都俾人話呢翻咗好多內地貨，跟住搞到呢啲人都唔用啊！喂，老實講，我買內地貨使鬼去 HKTV Mall 買咩？又唔係平咁樣，跟住我買內地貨我就去淘寶去拼多多啦，係咪啊？所以呢，HKTV Mall 真係〜係啦，咁近日咧有網民懷疑買到假白胡椒粒喎，哇！仲要指咧嗰啲胡椒粒浸熱水之後咧會溶化，同埋結咗一劈劈一結塊啊！最慘係煮嘢食嗰陣冇胡椒味，哇！即係唔得㗎喎，你咁樣連胡椒都係假。咁而咧記者咧就好好啦，佢就委託咧一個浸會大學嘅化學系測試。喂，測14款白胡椒喎，哇，好有心機喎，咁樣測晒，喂，唔得喎，有3款喎，14款裏邊有3款懷疑係含有大量澱粉啊，即係裏邊係根本就係澱粉嚟嘅，粉嚟嘅，麵粉嚟嘅扮白胡椒嚟㗎，咁樣跟住咧就分別購置嗱，有邊3個咧？大家可以留心啦。
HKTV Mall 啦。內地平台拼多多，以及咧連實體鋪頭咧係一間屯門嘅雜貨店咧，都係買到呢3款含有大量澱粉疑似係假白胡椒嘅物體。咁啊，大家咧就真係小心啲睇翻個成分咯，咁樣。咁原來咧 HKTV Mall 咧3月話已經咧係終止咗同呢一個胡椒粒個代理商叫做天目堂嘅合作。嗱，而天目堂嘅職員咧都有回應記者嘅喎，就話咧公司僅屬入口商，唔知道造假，亦都冇能力檢驗每一款產品。真係哇，咁都得，咁樣都得嘅咩？你要入口商，你唔 test 下嗰啲產品嘅質素就揾嚟入口咁樣，真係嚇死人咯！我哋平時煮飯最中意用白胡椒啊，即係你辟味啊嘛，係咪啊？即係你醃肉啊，有時都要用白胡椒，其實都用，喂唔得，好驚啊！越諗越驚，因為其實煮飯呢，我哋都會用好多白胡椒，有時辟腥味。肉啊、海鮮啊都會落少少㗎，咁所以係咁多人用嘅時候，原來話俾我聽係有可能係假，真係好鬼驚咯。咁而拼多多嘅涉事網店呢，就承認啦，嗱呢個位啊，內地又好啲啦，同你講啦，我哋嘅白胡椒係合成製品，現已下架。喂，搞錯啊！即係你睇下而家嘅狀況就係、連內地都肯認啦，我哋呢啲白胡椒粒係合成嘅下架，你香港仲係話我哋唔知喎，我哋冇能力檢驗喎。喂，有冇信心啊？我喺香港買嘢都係有個信心的保證啫。咁啊，海關啦就話啦，已經接獲到咧呢個假白胡椒粒嘅舉報同埋投訴噶啦。咁咧，如果發現係違反商品說明條例咧，就會採取呢一個嘅執法嘅行動啊！咁啊，真係要啊！你食落肚咧，害死人啊！呢啲嘢咁樣嗱，3款驗出混入大量澱粉嘅白胡椒粒，你係澱粉至好啊！你唔好係其他啲乜嘢啊！其中咧 HKTV Mall 個包裝咧，喂，仲要幾靚喎！陰公個包裝，即係白色咁樣嘅喎，衰鬼咁樣，即係呃到人啊！呢啲真係。咁啊，原產地係中國㗎，100 gram 咧就14蚊，拼多多咧嘅國產貨就100 gram 13.7，屯門嗰個咧嗰個雜貨店就最貴啦，100 gram 成26.5喎，哇！即係你胡椒粒咧，仲要係唔係胡椒粉喎？呢啲胡椒粒咧，即係你諗住買胡椒粒實冇死啦，翻嚟自己磨啊，或者自己成好似圓形嘅材料咁啊嘛，點知而家同你講嗰啲胡椒粒就唔係胡椒粒，係澱粉。唉，真係驚啊！而咧做個 test 啦，嗰啲咁樣嘅胡椒粉，如果係咁多澱粉嘅啦，成本係極低嘅。相信咧，呢度講啊，浸大高級講師就話啦，食用大量澱粉對身體無害。喂，呢度我有啲唔明喎，大量澱粉唔係會引致血糖有上升嘅咩？即係你食胡椒粉，點知食咗啲澱粉落肚，其實都唔係咁好啊嘛！相信由於澱粉製作成本低，有不法商人呢就用嚟冒充白胡椒粒。唉，咩事都有冇良心啊？即係食落肚嘅嘢嚟㗎嘛！即係日常生活即係都必用啊，胡椒粉唔好咁啦！即係唉，食安問題呢啲真係要加緊去處理，即係政府又好。即係而家好彩仲有記者咁樣去幫大家 test 下，即係政府海關真係要跟貼啲做緊啲咯，即係保障翻香港市民嘅食安嘅問題。唉，係啊，今日講到呢度，咁我哋呢有啲咩最新嘅消息呢，就會繼續為大家跟進嘅。你哋每朝早一打開個台就會聽到八姨婆為你哋講最新嘅社會熱話，同埋同大家咧分析下社會新聞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中意呢條片嘅朋友記住 like、comment、shares 同埋 subscribe， 最緊要訂閱八姨婆嘅頻道，咁就會聽到最新最快嘅社會資訊同埋消息、新聞、社會熱話分析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